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明安 TV， 我是丹尼尔。今天又是吃选择的时候咯。今天我们有无敌家的鱼子拌面哦。这无敌家呢，在日本呢是非常的著名的，要排队好久才能吃得到哦。但现在呢，这个蛋啊、肉碎啊、后面的柴鱼啊，跟那个拉面，你在家里就可以吃得到了。还有这个番茄起司的千层面。只是我在全家很少会看见这个千层面的，这是第一次看见。还有这一个明太子鼻尖面，还有这个后生料咖喱鸡排饭，哇，这个闻上去了就非常的香哦。刚才没有打开的就是这个焗烤明太子鼻尖面，它是长这样的，中间呢有厚厚的明太子哦。哇，今天非常的丰富，才239块哦，很赞。